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婷。大家好，我係何欣。呢度呢係賽格經濟大廈 A01至02鋪。今日呢就俾大家介紹咁多嘅產品啦，有充電寶啦，有三叔手機，有翻譯耳機，同有 mini 相機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加我哋嘅微信或者 WhatsApp， 可以諮詢我哋或者係了解一啲產品。今日呢俾大家介紹最新嘅三叔手機，因為之前呢有嗰個生果，依家有三叔手機。嗱，呢一排最火爆嘅橙色，同埋呢個呢係26 Ultra 最新款，佢仲有一支手寫筆，同嗰個一模一樣。嗱，可以手寫啊，然後呢度可以畫畫呀，大家睇到啦，可以同嗰個原裝一樣，可以寫字畫畫都得。好流暢嘅，好絲滑。即係呢一個呢，如果買咗呢部手機，我亦係有俾大家 download 嗰啲開心睇啊、開心用嘅 Apps 啊、漫畫啊、卡拉 OK 同埋嗰個 Netflix、N 加全部都有。但係呢，我哋依家先擺兩隻顏色出嚟。佢呢個原本有4隻顏色，有橙色、銀色同埋黑色同埋紫色，但係因為咧太好賣，所以黑色同埋紫色咧，我哋今日拍視頻嘅時候咧已經賣完㗎啦。下次大家過嚟咧就一定有貨。咁依家俾大家睇下裏邊有啲咩配件。首先咧就有充電頭啦，三腳插嘅。之後咧仲有一條 Type C 充電線，仲有嗰個藍牙耳，有個耳機。之後仲有一個保護殼。之後我哋咧小婷同埋好欣咧會幫大家黐好芒貼嘅。同埋會 download 埋啲用嘅 app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佢呢個咧可以插2張 SIM 卡，一張儲存卡，雙卡雙待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過嚟買，或者可以直接加我哋微信咧，可以發貨到香港都冇問題。可欣，今日有咩好介紹啊？而家同大家介紹一下防水手錶。睇下我哋有咁多隻款。我哋之前嗰啲咧，全部都係生活防水，就係你洗手洗面冇問題。呢啲咧全部都可以泡水嘅，即係可以浸水。係。同埋咧呢一隻嘅話咧，佢可以水下30米潛水，仲有帶手電筒功能。同埋呢個顏色都係好靚嘅，有銀橙色啊，同埋黑色，全黑色。之後咧，如果大家想要薄一啲嘅話咧，呢一隻好薄，佢係超薄。係超薄嘅。超薄，呢個可以直接攞去游水都冇問題。錶面比較大，呢啲咧比較適合男仔戴。如果女仔想戴咧都冇問題。如果大家自己覺得 OK 嘅話，然後之後仲有呢一隻都係防水嘅，啲畫面全部都可以轉啊。同埋呢啲咧可以收信息、打電話、接電話都冇問題㗎。錶帶都可以換。如果大家唔中意方形圓形嘅話咧，仲有方形。方形嘅話咧，即係好似 Apple 款咁樣。呢個是黑色，仲有個銀色，錶帶一樣可以換，呢個都可以游水都冇問題。咁價錢嘅話咧，圓形嘅話咧，全部都係220蚊。如果大家要方形嘅話咧，方形平少少，198蚊。呢一個咧係護髮精油梳，佢呢個咧嗱，大家睇到啦，呢啲有好多小珠啊嘛。佢呢個嘅話，你擺喺你嘅頭皮咧，咁樣滾下咧，佢會漏啲精油出嚟。咁啲精油咧就從呢度擺出去，從呢個位呢度擺啲精油入去咧，咁就可以當護髮精油咁樣。咁你又可以邊按一下你嘅頭皮啊。如果你係收工好攰嘅話，就咁樣按一下，好放鬆頭皮，係啊，好舒服。佢呢個嘅話咧有幾個模式，你撳一下嘅話咧，嗱呢個就快啲，再撳一下，嗱呢個就慢啲。咁大家咧如果想快啲慢啲咧，就根據你自己想要按得點樣嘅，自己去調校就得噶啦。咁樣慢慢按，全頭按晒真係好舒服。咁舒服嘅梳需要幾錢啊？呢個仲有紅外線，佢呢個咧只需要168蚊。係，真係建議大家都可以買一支翻去，你自己用、老婆用都可以。好心動啊！而家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最新款嘅翻耳機。係，佢呢個咧係掛耳式嘅，你當一個普通耳機嚟聽歌咧都冇問題，就咁樣掛到耳仔就得㗎啦。係，就識咁樣掛。
然後呢度咧佢有好多功能，可以同傳翻譯，可以拍照翻譯。如果大家有啲出去食飯啊，有啲菜單唔識啊，文字啊都可以影相翻譯。同埋咧，我哋最常用嘅就係同聲傳譯，就咁樣面對面，你揀好語言之後咧，講完即刻就可以翻譯到。佢呢個嘅話咧，如果你打開呢個 app 咧，你唔一定要撳手機先可以翻譯，你撳一下呢度都可以，即刻錄音嘅，同埋速度好快。有文字同埋咧，我講完翻譯英文嘅話咧，會喺耳機裏邊發聲。係。速度好快，你開會都可以用。你開會咧就直接打開呢個 app，之後咁樣打開呢個功能，撳一下開始，然後一路講，之後你耳機自己聽翻就得㗎啦。然之後咧，如果你真係開會嘅時候講得太快，你真係聽唔明嘅話咧，佢呢度咧有個記錄，咁你撳入去咧呢邊就有啦，有個語音記錄啦，同埋有個文字翻譯，全部都有。之後你又可以傳送俾人哋，可以傳送俾第二個人都得。呢個耳機翻譯耳機依家係188蚊。呢個係夾耳仔嘅摩士耳機，大牌子，同埋呢個呢，佢呢度好軟嘅，戴上去超級舒服。係啊，而家俾大家試戴一下。嗯，我戴呢個黑色俾大家睇下。佢唔會甩，你運動跑步都唔會甩。同埋咧，你時間戴得耐，耳仔都唔會痛，因為戴嗰啲入耳式咧，耳仔就會好痛。呢一個咧，佢就好輕，嗱呢一粒好輕，同埋咧佢呢個打電話好清楚。之後咧，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啲充電寶啦，都係摩士牌子㗎，全部都有3C 認證，有證書㗎。係。佢除咗3C 認證之外咧，大家在香港坐飛機嗰啲標誌啊，安全標誌全部都有。呢隻嘅話咧係1萬毫安㗎。係1萬毫安可以充2次電，同埋佢呢個係超級快充。你嘅手機咧直接咁樣插上去就得啦，唔需要拎條線出嚟。個米色大家自己揀，同埋佢呢個線咧都係編織嘅線嘅，係嗰啲快充嘅，好襟用，唔係話嗰啲膠嘅。一拉就可能冇幾個月就斷咗嘅，全部都係編織嘅。頭先同大家介紹一個1萬毫安嘅，而家我哋有一個2萬毫安嘅，佢係45屋快充。呢個都係編織線，係一條拉電，一條 Type C。同埋大家唔夠嘅話可以再加。好襟用，2萬毫安。如果大家出去旅行啊，或者出去玩咧，就比較方便，因為佢可以充4次，電可以充4次。如果1萬毫安咧，就方便大家出去行街啊，就咁樣用。介紹呢個咧，佢又算有線又算無線，點解咧？因為佢連嘅話咧係用藍牙嘅，但係佢呢度咧就有線嘅。點解有呢條線咧？就唔容易跌。呢個係最適合揸車嘅朋友用，因為如果你揸車嘅時候聽電話咧，個耳機咁細粒，如果跌咗嘅話咧就好麻煩。咁呢個咧你就磁吸喺你咁厚嘅身，佢都唔會甩，之後就直接塞入耳仔就可以啦。佢呢個咧可以一拖二，可以同一時間連2個設備，仲可以30個鐘續航時間，打電話超級清楚。嗱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超清通話。同埋咧，佢有降噪、消噪功能，30個鐘可以用30個鐘，可以一拖二，同埋啲低音啊都係好靚嘅。呢一款耳機咧，依家小婷俾大家168蚊。哇！呢個好得意啊，咩啊？呢個係迷你相機嚟㗎。咁細粒，可以影到相？可以啊！佢呢個除咗後置鏡頭咧，你咁樣掹上嚟咧，佢仲可以咁樣影咧，你就可以影出邊噶嘛。即係你個咁樣個版面撥上去咧，就可以影翻自己噶啦。哇！咁得意嘅。係啊，因為以前咧淨係一邊啊嘛，以前冇得前置鏡頭，依家有啦。同埋咧係一樣價錢。我哋啲產品咧就介紹到呢度噶啦。如果大家有咩想問嘅話咧，就可以過嚟呢度問我哋，或者係試用一啲產品都冇問題。